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高修安经过一礼拜的时间，只是咱安静心来甲主相结的，求信心今麦就运行伫遮，甲阮同在。嘛求主赐福兄弟姊妹有一个柔软的心、较无的心，有比较好家己来甲圣殿当中切切推求伊的面，来爱慕中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阮伫天的爸啊，阮的主，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的日子，互阮伫安息圣日当中，互阮有份，家己伫圣殿内面三角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家庭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甲身体病痛，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自责，我嘛想要恳求你，有缘赐福伫因的心中，甲因的家庭，互因拢平安顺遂。感谢你，哈利路亚。信心将你爱充满我心，我靠你稳固满我的心，信心啊，我进来你，我的心互你起，互为时刻都会真心爱你。信心将你爱充满我心，我靠你稳固满我的心，信心啊，我进来你，我的心互你起，互每时刻都会真心爱你。我将生命献予你，替我打尽困难，予你来定心我心，无人通到你身边，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应信你，但信心敬拜你。过去一礼拜所犯的罪，咱来主认罪悔改，咱所会开声，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愿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疼，天愿归你。啊，毋过阮常常得罪你，伫个无知当中得罪你，求主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帮助阮自觉。脱离必真的事，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真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洗清阮，求信心更新阮，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是咱嘛为着几项事件，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第一，咱为着教会。身体病痛、心灵软弱、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祈祷。为着你所知影的，毋知影兄弟姊妹，咱会使提名来为因代祷。嘛为着特别毕业甲升学的儿童、青少年来祈祷，求主保守甲带领因头前的脚步。嘛为着新冠疫情。最近阁开始流行，咱献上咱的祈祷，求主保守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所有疫情。嘛为着教会事工，好因的团部，无只团队，无区区长、小组长、各项团队首长全职同工，望主稳定来看顾，互所有人会拿服侍拿甘甜。那服侍哪有快乐？咱只是为着这几项的代志，咱开声来祈祷。
做伙按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主罗你，我为着阮教会身体病痛，所有心灵软弱，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主啊，主啊，就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阮献上来祈祷。主求你来帮助因，看顾因，来医治因。主啊，心灵软弱的主，求你就赐下安慰心，安慰对因心上，讲强因的心智，带领因来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献上来祈祷。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人民的主，求你来护因，求你来保护，求你的爱来充满因的心，让因不要失去亲人的心，这个应当这条爱。主啊，感谢你，我努力。我为着你被病遐个深刻的耳朵甲情绪，献上祈祷，求主你的保守带领，互伊会当做着好，会当毕业的青少年会当找着好的机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新冠疫情最近搁开始流行，我们献上的祈祷，求主你保守所有的会友，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主啊，感谢你，一时人嘛为着教会事工，互因的团购，阮来献上的祈祷。主啊，求你主帮助我，我为着国家团队、各区区长、小组长、各个团队的首长，阮献上祈祷。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互阮伫服侍你的同时，会当哪服侍哪敬你，哪服侍哪得到快乐。主感谢你。所以接来，咱嘛为着台湾内政、甲国家的复兴、世界和平守望大党。最后，咱为着今日2堂的礼拜定数，詹牧师的讲道，求主教我詹牧师，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当带着圣灵的能力，互詹牧师所讲的进入每一个人，满足每一个人心灵。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两项事件，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是阮的主，台湾是你所复兴的国家，愿求你来帮助，求你来看顾。为着今日詹牧师的2堂礼拜，阮献上来感谢，阮来祈祷，求你将2堂的礼拜顺利来进行，感谢你，哈利路亚！我心，我较无你阮过满我的心，是神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去，我为时刻拢会深深爱你，深深请你来。充满我心，我较无你阮过满我的心，是神啊，我真爱你，我的心予你去，我每时刻拢会真正爱你，我要追求你主。生命献予你，去我脚前滚你，予你来今生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用讲你的荣耀，我用真心甲心事敬拜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我脚前滚你，予你来今生
请兄弟姊妹，咱做伙甲你来唱学乐，咱上帝歌。哈利路亚！大家来唱。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要写下咱尊重大本哦。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要写下咱尊重大本哦。只有伊看的恶了伊是主，我在现在的到永远，万民着跪拜，咱人拢着信你，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只有伊看的恶了伊是主，我在现在的到永远，万民着跪拜，咱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伊看的恶了伊是主，我在现在的到永远，万民着跪拜，咱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来大家唱，来大家唱，咱着写下咱尊重大本哦。只有伊看的恶了伊是主，我在现在的到永远，万民着跪拜，咱人拢着信你，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要做你掌管所有一切，你是我的主。哈利路亚！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福，我的心要我靠你。伊若我靠你的路免行，凭互你的力就开来。愿你的眼光看过主天。
信息248首。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做心事的上帝，你是赏赐奇妙恩典的上帝，你也是赏赐，互阮每一人有活命、有气力的上帝。主啊，伫今仔早起时，阮搁一摆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的歌声，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搁一摆来朝见你。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我们搁一摆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疼痛伫阮的生命内面。求主你来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早起时，搁一摆看见主的荣光显现伫阮的教会，也显现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透过主你对阮讲话，透过主你的奇妙，搁一摆互阮的心思意念得到改变，得到更新。也愿主上帝，你的圣神就运行伫阮的教会内面，透过你的圣神的引带，透过你圣神的帮助，互阮搁一摆来通看清主你伫早起时要对阮所讲的每一句话，对阮每一个的提醒，也对阮每一个鼓励。阮今仔早起时的礼拜，诚做是一个互主充满荣耀的礼拜。愿主你的荣光就充满伫阮的教会内面，愿上帝来带领，也愿上帝来帮助。这时，咱嘛用主所教导的祈祷文，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刺，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将时间交互咱师会。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6篇。启应文第26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会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
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全能的真神，万福的源头，赐予世人永远活命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俄罗你，互阮搁一届伫你的圣殿来献上阮感恩的祭。感谢主对富强教会的疼，互阮人数加添。也赐予阮牧长、服侍团队小组长、领袖，甲真侪委身的服侍同工，来帮助阮大家伫福音的道路上有保护、有安慰、有造就、有快乐。感谢主过去这40几年来的看顾、保守，有真侪服侍计划由阮咧推动。需要阮众人合一来完成。恳求主赐予阮神眼光、信心毋忘疼心，帮助阮富强教会即只救恩的船开到水深的所在，拍网掠鱼。也求主帮助阮逐人伫每一个试炼中，照你的旨意来行，互阮会当为主做工，拢袂失志。搁较互阮伫50许年见证你丰盛的恩典，愿主的荣耀彰显伫阮的生命。今主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事工奉献主日，阮搁一届求主来激励阮的信仰生命，帮助教会定根伫上帝的话语，自信伫福音顶面，领受对你遐来丰盛的祝福。互阮逐人的生命影响阮的家园、台湾，甚至到全世界。感谢主，今下晡阮有文图学校结业的分享会，恳求主光照阮每一个信徒的道路，互阮三听三帮赞，互相造就效力，发出基督的香味。感谢天父上帝带领兄姐到伫太白底宣，伫遐将你的疼分享予需要的人，你也保守因平安回来。求你纪念因的心志，每一步拢有你的固守甲带领。阮也要为着暑期的来到，求主保守真侪孩童、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平安充实，帮助阮的老师甲同工伫社区福音的推动，也保守阮主日学老师伫暑期夏令营的活动，互参加的朋友拢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疼，甲阮同在。阮也要将教会中心灵艰苦、身体软弱、失去亲人的兄姐交托伫主天父的圣手中，求主亲手医治因的病痛，逐日照顾，逐日引带主的话语来扶持安慰因的心灵，搁互因教育的恩典。恳求圣神温高牧师今主日的正道，搁一摆清起阮的心，谦卑来领受对主遐来的祝福，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信心的激励。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请咱做伙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有2段，第一段记载伫《使徒行传》20章第60到12节。第二段圣经记载伫诗篇63篇第1节到第4节。除假节过了，阮对腓立比开船，5日后到特罗亚甲因会合，伫遐住7日。拜六暗，阮大家聚会擘饼的时，保罗甲大家谈论。因为隔日就要离开，所以讲到半暝。阮伫聚会迄间楼顶的房间有点真侪灯火，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油吹鼓，坐伫窗仔边，窗仔门。保罗继续讲真久，伊煞困淡眠，对3楼跋落去。大家甲伊扶起来时已经死。保罗落去，拍伫伊的身躯，甲伊揽着，讲毋免着急，伊还有气。然后伊阁爬去楼顶，擘饼食，继续甲因谈论真久，到天光才离开。因甲遐个活起来的少年人带转去，大家受真大的安慰。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羡慕你到要昏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光荣甲荣光，我的喙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献诗，请以赛亚牧区。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眼光。献诗煞请詹牧师正道。本主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做伙来礼拜，袂当缺席的约会。
亲爱的兄弟们，大家平安。新的一个主日，感谢上帝，互咱搁三甲主日伫遮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含主来三千军。愿主上帝帮咱，互咱早起时的礼拜，透过咱的参与，透过咱愿意来含主三千军，搁一摆得到更新甲帮咱。伫咱教会要准备迎接50周年的时阵，咱有侪活动，咱有侪的事工在进行。但是伫遮侪事工活动在进行的时，上重要，咱爱先回想一项代志：咱教会为着啥物来存在？咱教会的组织是为着啥物？咱第一个想到教会组织的，想着爱做礼拜，爱三甲来聚会。伫今年初的时阵，合牧师嘛含咱大家做来分享。特别对着安息日的意义是啥物？搁一摆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会记哩来做礼拜，来参与每一个聚会。对这礼拜开始，牧师嘛有几个无共款的主题，来含大家做伙分享，含大家做伙嘛来思考，咱为啥物要做伙来做礼拜？所以伫这个主题、这个系列，总共有10个主题，会含大家做伙来思考，嘛透过每一个咱礼拜的听词。搁一摆来想，为虾米咱要做礼拜？为虾米咱要唱歌？为虾米咱要祈祷？为虾米咱要奉献？透过遮的分享，透过圣经的话语，搁一摆帮助咱来看重咱来到教会上重要的代志，看重为虾米咱要三甲组织，为虾米教会会存在。透过安尼，互咱伫咱的教会要50周年的时，有一个新的思考，也有一个新的方向，也愿上帝帮咱，互咱透过每一摆咱做伙组织。做伙礼拜的时，咱拢会当领受到上帝新的恩典，领受到上帝新的启示，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伫咱开始分享今日讲座进程，咱搁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来引带阮，互阮伫今仔日早起时分别阮的时间来含你三千军。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互阮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阮犹原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带领，互阮今仔早起通搁平安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伫这时来帮助阮，互阮通安静阮的内心，互阮通来自信伫你的身上，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经的教示，搁一摆互阮得到新的启示、新的鼓励、新的帮助。求你甲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常常伫礼拜六暗时，我含遮个青少年、提无太无区的青少年做伙聚会时，我拢会问因来参加聚会敢有好耍？来参加聚会敢有趣味？但是看起来因拢无啥有趣味。因会来参加，但是我甲问敢有趣味？敢会想要邀请同学做伙来参加？因拢点无讲话。但是今仔早起我问每一个兄弟姊妹，今仔早起是你来教会的心情如何？真好，遮以赛无久拄唱歌唱了，讲真好。今仔早起是你来教会，你的心情如何？你今仔带着啥物款的态度来心情？是真欢喜呢，还是足期待？还是想讲，佫是一个主日，这就是原本我爱来的时间。我原本就将这个时间留落来，就是要来参加礼拜。毋知今仔早起是你来到教会的心情如何？我回想从我国中2年的时阵，开始参与着大人成人的主日礼拜。迄个时阵，阮的家庭拄仔来到伫富强教会。迄个时阵，我国中2年，我印象非常深。其实我来做礼拜，我嘛听无牧师在讲啥，我嘛毋知做礼拜在做啥物。但是我印象真深，大概做礼拜一定会搬一个袋仔，这个袋仔内面会放2项物件，一个叫圣经，一个叫圣诗。即摆咱应该足侪兄弟姊妹已经无在看圣诗、圣经来到教会啊，因为即摆有投影片，即摆有足方便的手机啊，咱会通看。我印象中，我国中的时阵开始参与伫成人的礼拜，我真正毋知为啥我来做礼拜，就是逐礼拜含阮爸爸妈妈来，伊就讲，你着爱来，所以我就真乖真乖着做伙来做礼拜。但是其实讲实在，我真正无真了解做礼拜的意义是啥物，所以我就开始掀周报，周报掀了就看更新，更新看了要安怎，我就开始算周报内面的奉献钱敢有算着。
所以，毋知大家对逐礼拜拢爱做礼拜这项代志，你带着啥物心情？还是你带着啥物款的态度？你敢有期待今仔要来做礼拜？你敢有欢喜今仔要来做礼拜？你敢有认真想今仔我来做礼拜，我敢会当来得到啥物款的物件？伫圣经内面有一个人，伊对细汉就非常爱介意去圣殿，非常介意去朝见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耶稣当伊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伊的老母，逐工拢会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等到耶稣12岁的时阵，伊嘛含伊的老爸、含伊的老母做伙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但是当耶稣的老爸、老母要转到伫因所住的所在时，却发现耶稣无去啊！因已经行3天的路站，已经经过3天，因才发现讲，耶稣乃无爬起来，所以因非常着急，紧走转去耶路撒冷，走去找耶稣到底伫啥物所在。结果因找到的时阵，耶稣伫圣殿内面，含遮的经学教师，含遮的讲律法的人，伫遐互相讨论。伊想要了解搁较侪上帝的话语，直到互伊留伫圣殿内面，想要了解搁较侪。什么原因，互耶稣会袂记你转去厝？通常咱做了礼拜，咱已经会转去厝嘛。应该袂讲做了礼拜，我就要讲袂记你转去厝啊，留伫遮真好，就留伫教会一礼拜。通常咱拢会转去厝，转到家己咱的家庭也好，咱的工作也好。但是，什么款的原因，互耶稣伊袂记你讲伊爱转去？什么款的起因来，互耶稣认为哇，留伫圣殿、留伫教会是一件真好的代志？耶稣甲伊的老爸老母甲讲，为什么找我？囝毋知我应该爱将上帝的代志放到第一项吗？耶稣安尼甲应因的老爸老母甲讲，上重的代志毋是爱将上帝的事放伫我内心的第一位吗？耶稣安尼款的回答伊的老爸老母，互咱发现一项代志，伊将含上帝相亲近的时间，含上帝通做伙的时间，看过是伊人生上重要一项代志。像像即摆咱每一摆来礼拜的时阵，点菜2点钟，加可能你留落来食爱心午餐，互人做伙开讲交易，可能3点钟。但是有搁较侪时间，咱伫咱家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咱敢有较无这短短的，咱含来到教会，无论是含上帝相亲近，也是含咱的兄弟姊妹做伙聚会遮好的时间，咱敢有较无？咱敢有期待？咱今日要看一个伫《使徒行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嘛是一个聚会，嘛会当讲做是一个礼拜。这个礼拜，这个聚会是保罗先生伊宣教的旅程。伊经过一个所在，然后因为伊过工，伊就要真紧要到另外一个所在去传福音，所以伊就伫趁迄个暗时，伫遐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规暝伫遐讲道。伊把握迄个机会，含当地人伫遐聚会，伫遐做伙礼拜。但是伫这个聚会的场合，却发生一个非常意外的代志，互大家拢无法度通想象。原本好好的一个聚会，原本在早大家做礼拜，但是却发生一个意外。经文讲有一个少年人，伊叫犹推古，但是伊伫礼拜一半，聚会一半，伊为窗啊摔落伫地面，为拄仔咱读的经文，伊为3楼摔落去。大家惊一跳，大家惊一跳，喂，大家咧做礼拜，大家伫遐聚会，那忽然间发生这款的代志，所以保罗。伊看到这样代志，伊就甲这个囡仔，这个少年人，伊去甲伊落去，甲抱咧，甲大家讲毋免惊，伊还袂，伊佫有活命，毋免惊。然后这个囡仔，这个少年人，佫一摆佫活起来，大家受到真大的安慰。其实这个囡仔的名真特别，伊的名叫做好命，还是叫做好运。但是这个好运的囡仔，这个好运的好命的少年人，却和伊的名意义无啥符合，因为伊的性命拄着一个真大意外，
伊原本期待伫这个礼拜，伫这个聚会，可能会当得到啥物款的，会当得到无共款的物件，会当得到一寡改变，互伊的生命会当搁较好命，搁较好运，甚至透过这个聚会，伊会当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却伫这个所在，伊拄着一个意外，互伊无想到的。但是，当咱看这个经文，咱可能会想啊，是伊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伊哪会当伫做礼拜困去咧？伊哪会当伫做礼拜时阵拄久咧？但是咱爱先学乐这个少年人，咱爱先称赞这个少年人伊的行动。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圣经讲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然后，其实伊的身份是一个做人的努力的，伊是做人努力的，所以伊一礼拜拢爱无闲，拢爱服侍别人，伊规个礼拜拢爱服侍别人。但是伫这个暗时，拄好有机会通坐落来听保罗讲道的时阵，伊阁愿意来参加聚会。就算伊一礼拜足无闲啊，伊的工作足无闲啊，伊阁愿意开时间伫遐来参与聚会。伊非常热切，非常期待，想要听到耶稣基督的好的消息，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咱必须爱称赞伊，伊做了真好。但是最后，伊犹原因为伊爱困，犹原因为伊拄久，所以才摔落伫涂骹。透过这个少年人的行动，咱家己学乐，咱家己称赞真好。但是嘛，透过这个少年人伊刷落来的回应，嘛，互咱来思考。伫这个咱无法度通。咱逐礼拜拢爱来做主日礼拜，这非常重要这个代志，互咱来思考，敢会变做一个已经互咱感觉是非常惯势的代志，还是认为啊有也好，无也好，敢会亲像这个少年囡仔，最后变做就生气啊，已经就认为安尼就好啊。咱来做伙思考几项的代志。所以第一项，咱会先来思考是啥物物件阻挡咱甲上帝会当约会的时间？啥物物件阻挡咱会当来到主日礼拜，还是其他的聚会的时间？其实咱透过这个经文，咱会当有一个几个代志，咱会当看。第一个，咱会当看到，在参加主日礼拜的时阵，爱注意。无有可能你会摔落，你可能会为椅仔摔落。第二项代志，可能讲到嘛袂晓讲伤长，无大家可能会拄久。第三个，咱看经文，伊讲迄个厝内面点蜡烛，迄个可能氧气伤低，所以互伊爱困。但是咱有真好的空调，互咱会当专心。但是这是讲趣味的，绝对毋是这个原因。第一项原因，咱来先来为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的写要来随安尼讲，毋通停止聚会，亲像遐已经惯势的人，爱彼此劝勉。经文描写一项代志，伊讲停止，这个停止聚会，毋是突然的，毋是忽然间讲啊，我就无爱去聚会啊。咱为经文来看，可能想讲啊，一届袂要紧，两届袂要紧，三届袂要紧。然后最后就变做是一个惯势，至到讲有也好，无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甲咱讲，咱爱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毋通袂记你讲爱聚会，爱来礼拜，爱来含上帝3千群的时间。咱想讲一届袂要紧，两届袂要紧，三届袂要紧，四届袂要紧，但是久啊，可能就变做有也好，无也好。所以可能有啥物款的物件会甲咱阻挡？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要做伙来想，可能是家己内心的原因。啥物是家己内心的原因？可能因为感觉哦，这礼拜足忝的，这礼拜我有真侪代志爱处理。礼拜日早起，互我搁加困一下。反正即马有网络的直播，我等礼拜结束搁看重播就好啊。我就无愿意来参与礼拜，也是对你身躯边的代志感觉非常的绝望啊！
来做礼拜，嘛无法度得到啥物。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啊，就是乱糟糟来到礼拜，嘛无法度改变啥物啊，我就来礼拜啊。嘛有可能有伤足侪的代志，互咱分心。昨暗时伫青少年天幕台无区的聚会，我嘛伫含遮的青少年伫分享一项代志。我讲伫即摆的世界有伤侪代志，互咱会分心，互咱无法度专心做一项代志，互咱无法度通安静落来，注意来看即摆生命上重要应该做的代志是啥物。所以有时阵咱因为咱内心的原因，咱就想讲啊，这礼拜我无爱来礼拜，这礼拜我无爱来参与聚会。第二项代志可能是因为自我需求的原因，感觉这个世界阁有侪咱的代志顶台我爱去处理。我认为我的生活阁较重要，我认为出去佚佗阁较重要，我认为我家己的代志拢无法度，还袂满足的时阵，我无时间通来到教会来亲近上帝。无所谓意思，毋是讲袂当趁钱，袂当出去佚佗，袂当有家己家庭的时间，袂当有家己爱满足家己想要的物件。但是，更较重要，咱爱去思想，啥物才是咱生命迄个上重要的顺序？啥物是伫咱生命内面爱摆上重要的？毋是遮个世间的代志无重要，毋是讲遮世界的代志拢无重要，遮个代志尤原重要。但是，啥物才是伫咱生命中上第一项爱先第一的代志？可能佫有较物啥物原因呢？为啥无爱来聚会？为啥无爱来参与礼拜？可能因为教会群体的原因，特别这项无需要特别来讲。可能有人认为啊，做礼拜真无聊，我毋知做礼拜要做啥物，就亲像当时我阁是国中生的时阵，我毋知我做礼拜要来做啥物。可能有人认为，逐礼拜的天数拢共款啊，头前就是唱敬拜、学乐、课英文、祈祷、读圣经、听圣乐队献诗、讲道、奉献，然后礼拜天数就是安尼。我已经真了解啊，我已经知影礼拜拢要创啥物。所以有时阵，咱认为教会的礼拜，还是任何的聚会，拢感觉无聊，因为我已经知啊，我已经真惯势啊。但是，互咱有一个回应的机会，互咱拍开咱的心，去参与礼拜每一个天数。牧师嘛相信，绝对无任何一个礼拜、任何一个聚会是共款的。就算天数共款，就算内容可能差不多，但是牧师相信，绝对袂有相款的领受。大概来礼拜，就算是共款的诗歌、共款的经文。咱拢会当伫即个内面有无共款新的领受，咱拢有无共款新的看见。所以咱互咱学习一项代志，拍开咱的心。每一摆参与聚会、参与礼拜的时阵，拢嘛上帝来祈祷，讲上帝，互阮伫今日礼拜、今日聚会，互我看见着你新的恩典，互我看见你新的作为，互阮伫即个礼拜内面，互我来领受着主你要教示我的代志。第二项代志可能为虾米？是因为教会群体的原因，因为可能认为教会人歹斗阵，甚至认为教会有人甲我得死我，所以我就要来做礼拜，我就要来参与聚会。但是牧师要含大家做伙嘛来思考，其实每一项拢毋是完全的，无一项是完全的，每一项拢有家己的需要，每一项嘛有家己需要调整的所在。所以咱必须要参与礼拜、参与聚会。互咱来学习，来搁较亲像耶稣的款式。咱来聚会上主要的目的，毋是因为人来聚会，重要是因为咱来亲近上帝，这是搁较重要的代志。当然，主动咱来教会参与聚会，嘛搁有侪的原因，搁有侪的问题，咱会当来讨论。但是主要这三个问题，互咱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想。我敢有可能嘛因为安尼，所以我就无爱去教会。我就想讲，这礼拜无去不要紧，后礼拜我才来去，还是讲一两礼拜不要紧。互咱来思考，啥物是咱主动咱会来到教会参与聚会甲礼拜的原因，也叫上帝帮咱，互咱调整咱的心思意念，调整咱的眼光。看重这个会当和上帝相亲近的机会，
我告诉4章8节讲，咱若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咱。当咱愿意选择亲近上帝的时阵，上帝伊就来亲近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看重礼拜的时间，看重聚会的时间，看重和上帝通约会的时间。所以咱爱会记得，什么是和上帝约会的重要意义？什么是咱来参与礼拜、参与聚会的重要的意义？第一项代志，咱需要较无，咱需要来亲近上帝。第一项代志，互咱学习的重要意义，来礼拜重要意义是咱需要较无，咱也需要来亲近上帝。伫咱拄仔所读的第2段的圣经诗篇的诗人安尼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伫旷野无水，我的心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翕无你，到要分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光荣以及阳光。这个诗人伊讲，伊非常羡慕较无看见伫上帝的阳光，较无伫伊的圣所来条件伊。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阵，伊的人生拄着真大的困难，拄着真大的挑战，所以伊必须爱逃走到一旷野。但是伊伫旷野的时阵，伊悠然写出这款的诗篇，对上帝讲：上帝，我虽望伫这个困难中，但是我悠然较无，我悠然要和你相亲近。经文讲，我迫切追找你，迄个迫切的意思是非常的温存，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期待。代表讲，我非常的期待要和上帝来相亲近，我非常热情要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像代表嘛讲，我要伫你的圣所来找你，爱看你的光荣甲阳光。迄个看，伫华语的圣经，伊讲伊的翻译叫赞扬，意思讲注神伫上帝的身上，仰望伫上帝的身上。代表所讲，伊用伊伫迄个旷野沙漠的所在，伊的喙焦来描述伊对上帝的仰望，伊对上帝的期待。同款，咱嘛对咱的世界，咱对咱需要的，咱悠然有咱需求较无的代志，但是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会当互咱的喙焦会当来结束。所以代表伊写出这款的诗篇，互咱看见和上帝相亲近，来参与着聚会上重要的意义是咱爱学习较无，学习亲近上帝，来得到性命的保障。互每一摆的礼拜，也是每一摆的聚会，拢真做是咱和上帝相亲近的重要的时刻，嘛，互伊来补足咱生命中，互咱感觉喙焦的迄个需要，互咱看重每一摆来和上帝相亲近的时刻，每一摆的礼拜，咱拢向上帝来求上帝啊！我较无你，上帝啊！我今仔日要热切来和你相亲近，求上帝来帮咱，互我生命的需要，互我生命所欠缺的，因为我亲近你，互我得到保障。所以这是第一项，为什么咱要来和上帝来相亲近重要的意义？第二项，牧师要来大家三个分享的是，咱大家来聚会是要享受上帝的同在以及恩典，有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恩典。代表继续伫诗篇63篇第30到第4节，伊继续安尼讲，伊讲我的嘴唇要称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搁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搁要举手求叫你的名。代表讲我羡慕你的慈爱，我羡慕你的同在，所以我举手，我一世人拢要称赞你，
我举手呼求你的名。举手这个意思伫原文代表是敬拜，代表是祈祷。代表咧呼求啥？伊咧敬拜的时阵，伊咧祈祷的时阵，伊呼求上帝的同在，呼求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甲伊三角之地。代表讲，我一世人拢要称赞你，我一世人拢要举手敬拜学了你，我一世人拢邀请上帝含我三同在，邀请上帝含我做伙行人生的道路。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的礼拜，咱拢会当通享受甲上帝同在，以及领受的恩典。透过咱每一届的举手，透过咱每一届的祈祷，透过咱每一届的回应，咱拢会当看见上帝的同在。每一届的礼拜，拢是高举上帝荣耀的时刻。咱清楚了解，每一摆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拢是搁一届高举上帝荣耀的时刻，嘛是掠条伊同在的应允。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住伫伊的百姓的当中，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所以，当咱每一届聚集的时，每一届礼拜的时，就互咱举起咱的手，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学乐，大声来祈祷。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无共款的听词，搁一届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也享受上帝的同在。看见上帝真实住伫咱的教会内面，也住伫咱每一人的心中。马太福音18章20节，耶稣嘛安尼讲。因为无论伫什么所在，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我想咱遮不止2、3个人，咱遮绝对超过2、3个人尔。耶稣讲，只有2、3个人奉伊的名聚集，伊就伫伊当中啊。咱每一届礼拜的时阵，规百个人伫遐做伙聚集，咱规百个人伫遐做伙敬拜，做伙祈祷，做伙学乐。上帝嘛伫即时甲咱三角地地，互咱搁一届看见伊的恩典，嘛彰显伫咱每一人内心。第三项，为虾米咱会做礼拜？互咱的内心会当经历到改变，以及经历到愿望。为虾米咱要来参与礼拜来聚会？因为互咱的内心会当经历到改变，会当经历到愿望。咱搁转来看《使徒行传》的即个圣经。拄讲有一个少年人为窗仔跋落，因为伊爱困拄久。但是当众人甲扶起来时阵，发现伊已经死啊！保罗就落，甲揽的讲：你毋通惊吓，伊的灵魂犹搁伫地，伊犹搁活咧。咱看见即个少年人，伊原本真较无，伊原本非常热切想要伫遐听保罗的讲道，听耶稣基督好的福音。但是因为伊肉体的软弱，所以互伊拄久，互伊无法度继续参与着即个聚会，参与着即个礼拜，继续听着后壁的信息，也互在场的人拢惊一条。我想每一届参与礼拜，拢是互咱会当有得到改变更新的时刻，互咱对原本外面的世界，原本咱所烦恼的代志。互咱透过甲上帝的同在，透过甲上帝的恩典，有一个改变真正的进程的一个力量。我想礼拜的过程，袂互咱感觉就是永远袂改变，也是互咱感觉就是安尼就好啊。我想每一届礼拜的听词，每一届咱来做伙聚集的时阵，拢伫影响，也伫塑造咱对咱家己的看法，也对上帝的看法。互咱会当通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重新搁找转来咱生命的愿望，找到咱生命的成长，亲像当时遐着惊的人一样，也亲像迄个已经困去的少年人一样，互伊经历着生命一个真大的突破，互伊经历着生命真大的改变。互遮的原本感觉啊，这个少年可能已经死啊，已经无救啊。但是保罗互伊看见，伊犹原伊的生命搁伫咧，伊的灵魂搁伫咧。这个少年人，我相信伊嘛为这个原本要困去的内面，生命搁一摆得到更新，得到改变。
得到属天的愿望。所以，逐届的礼拜，逐届来参与无共款的聚会，咱嘛向上帝来祈祷，主啊，求你透过今仔的聚会，透过今仔的礼拜，也互我的内心会当得到改变，互我通过得到对你属天的愿望，互阮透过今仔礼拜会当得到一寡你对我所讲的话语，对我所讲的提醒，互我成做我生命中上大的帮助。第四样代志，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就是互咱通伫即个群体信仰的群体内面，会当感受到彼此的疼心，也感受到受到激励、受到鼓励。使徒行传的20章12节，最后这个故事，伊讲，因甲即个活起来的少年人带转去，大家受到真大的安慰。当原本众人伫个所在感觉已经无愿望啊，但是最后因所经历的，因透过迄场的聚会，透过特别的生涯的发生，互因伫即个群体内面嘛得到鼓励，互因伫即个群体内面也学习安怎搁较彼此来相听。伫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希伯来的作者嘛安尼讲：咱爱彼此相顾，彼此来鼓励咱的疼心，勉励爱行好的代志。希伯来书的作者嘛安尼讲：爱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彼此来用咱的疼心来彼此来支持，彼此来安慰。我想参与礼拜，毋单是和上帝会当相拄，搁较重要是咱会当伫即个信仰的群体，咱会当做伙来分享生命。咱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背景拢无共，咱的成长的过程拢无共，但是就是因为安尼，咱拢有无共款的所在，咱拢有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文化，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款的无共款。互咱会当彼此分享，会当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彼此关心，也彼此带导。虽然可能咱彼此无遐熟悉，但是莫袂记这一项代志，咱有一位熟悉咱的上帝，这是上重要一项代志。咱来参与礼拜，毋单和上帝相拄，非常重要的时刻，搁较重要，咱会当享受伫即个信仰群体内面。咱彼此分享咱的生命，所以每一场的礼拜，每一场的聚会，拢诚做是一间教会建立的根基，嘛诚做是咱生命的根基。教会的存在，就是有一群人愿意亲近上帝，伫遮聚会，伫遮礼拜。若是咱无为咱的世界、为咱的社会、为咱的内心行出来，三甲自责，那安尼，佮安怎有教会呢？当咱无愿意行出来，和上帝相亲近，和咱的兄弟姊妹做伙自责、做伙礼拜时，咱佮安怎有咱的教会呢？所以为虾米咱爱做伙来礼拜？毋那是为着咱家己和上帝相亲近。毋那是为着咱家己会当和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更较重要，也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三甲组织，建立咱的教会，建立上帝个灵教伫咱的内心，也灵教伫咱的教会。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会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代志。每一个礼拜分别咱的时间，做伙来参与主日的礼拜。做伙参与教会的聚会，也毋通因为已经真惯势啊，已经认为每一届礼拜听序就是安尼啊，就认为礼拜无重要，就认为礼拜和我想象的可能就是一样。咱爱求上帝帮助，每一届礼拜拢更新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看见上帝新的作为，嘛伫每一届来礼拜的时阵求上帝，互咱和咱每一个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嘛建立
搁较亲密的关系。愿上帝帮助咱，帮助伫咱的教会，也愿咱每一届来礼拜的时阵，拢有新的看见、新的提醒，也有新的鼓励。咱做伙来祈祷，咱先做伙来祈祷，然后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就来嘛为几项的代志，咱做伙来共祷。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通伫主日的时阵，阮三甲组织，通伫这个所在做伙礼拜，伫这个所在做伙来亲近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这是何等大，互阮所快乐的代志。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届礼拜，也是每一届聚会的时阵，拢学习将阮的心思意念放伫你的心上，互阮通知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聚会，拢是对阮的生命重要的时刻。透过每一届阮的参与，求主也对阮来讲话，也对阮来有新的提醒，互阮伫每一届的礼拜内面，也看见主你新的作为，也互阮透过阮的组织，也学习搁较含阮身躯边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搁较建立亲密，而且是彼此相疼的心。搁一届将阮的教会，就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咱。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即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圣诗211首，圣诗211首，咱这个坐咧念就好。然后咱特别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讲祷。这是咱来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代志，咱搁一个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来带领，求上帝来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看重每一届来聚会来礼拜的时刻，互阮的心通较无通愿意来亲近上帝。互阮的教会诚做是一个愿意参与礼拜、参与聚会的教会，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看重这个重要的时刻。第二项代志，咱也特别为着伫咱教会暑假有侪的事工的进行来祈祷。咱的暑假有儿童的夏令营，有暑假的暑期的这个课后班。也阁有侪无共的事工活动在进行，求上帝来帮助。透过遮的活动，透过遮的事工，阁一届来帮助每一个参与的人会当得到利益。最后，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互每一个无论是身心软弱，还是拄着肉体病痛的，拢得到上帝的坚固，得到上帝的帮助。咱做伙开嘴，为着这个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充满主，感谢你的主啊，圣灵同在，现在的时候，主啊，感谢时阵，一切拢有主你的保守的话语，时阵同在，是我们大是一切保守，我们大个话语是真保守的锻炼，主啊，你的稳定，主啊，感谢你，我们一切的打断，我们他们是真保守的话语，是真同在，是真话语，是啊，帮助我们。在的时候，主啊，带领我们，对，也许。
亲爱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你献上阮的祈祷，也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求你不时发出你的亮光，发出你的恩典的邀请，互阮愿意来含你三千军，特别互阮看中伫礼拜主日的时阵，也是周间任何的聚会，主啊，引带阮，互阮有遮的热切的心、渴慕的心，愿意来参与，愿意透过遮所有的礼拜、所有的聚会，也搁一摆来更新改变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愿意参与伫遮的事工，愿意参与伫遮的聚会，来帮助教会来成长，来起造教会搁较重要，也来起造咱每一人的内心。求上帝也来帮助阮伫咱富强教会，伫推行侪无共款的事工，特别伫暑假有侪的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求上帝来帮助，透过遮的事工，互遮的细囝，互遮的青少年，通有机会来到教会参与聚会，来到教会来参与来认捌主耶稣基督。主啊，也透过遮的事工，互咱的教会会当做伙来祈祷，嘛来做伙来关心，互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一体的教会，是一个彼此关心、彼此鼓励的教会。最后，我嘛搁一摆将需要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知每一人心中的软弱，每一人心中的欠缺是啥物？无论是心灵，也是伫肉体，也是伫工作，也是伫侪阮所烦恼的代志。主啊，但你甲阮讲，当阮仰望你的时阵，你要搁一摆用你的笑面来对阮来讲话，来帮助阮，互阮虽往伫忧闷、伫困难内面，阮搁要搁一摆看见着你的拯救，看到你的亮光，互阮搁一摆来得到对主你遐来的光强壮大。求主你来帮助，也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阮继续学习，继续伫一生来跟对你，来行一个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请咱三甲来祈奉献，请书献即事当工开始传奉献地，即时请咱备办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咱做伙起立唱奉献诗歌。
请坐。报告大神，咱先来读本话金句，请大家掀开周报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金句。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失正直的神。诗篇51篇第10节，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后主日是培灵会2场主题无同，请大家踊跃来参加。主礼是潘庆忠牧师甲吕之荣牧师，司礼由王伟鹏长老。请咱掀开第3页，汀州牧区小组聚会信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第4页，本主日6月16号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咱为着总会的事务所所推动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本会定伫今下晡2点要进行文道学校的最后的课程。嘛，伫4点半来举行分享会，会邀请刘进展牧师来分享勉励。第3点，本会定伫6月21号到23号，拜五到礼拜来举行2024年的培灵造就会，请咱兄姐大家踊跃来参加。同时，咱小会嘛接纳6月23号主日，为着英美教会建堂奉献主日，欢迎兄姐来为着咱英美教会的新堂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4点，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23号召开第2季的定期中集会，若有报告甲要提案的，请伫6月20号拜四进前来提交予校园干事。第5点，本会定伫8月11号释教48周年来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兄姐伫7月21号进前来完成报名。第6点，主日学定伫7月18号到21号来举行夏令营，我是 EQ 小主人的活动，请咱家己来过目详细的信息。第7点，48果子学园暑期班来招生，7月日期定伫7月8号到8月16号，总共有6周的时间，名额是15名，费用是免费，请咱做伙来守望代祷。其他的信息，请咱家己来过目。文道培育事工演习会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牧区团契消息，详细的内容，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第6页，有关怀代祷事项，请咱为着台湾内政甲外交国家复兴守望代祷，为着政府民意代表来代祷，嘛为着立法院立法引起的对立来代祷，为着台湾社会甲世界和平来代祷。其他详细内容，请咱家己来过目。第4点嘛，为着咱教会身体病痛的兄姐甲健康心灵平安守望代祷。第7页，奉献精神。
关系到奉献的，若有出入的，请咱甲迄个来甲财务部的同工来反映。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愿你这位大家平安。我就先来欢迎咱的新朋友伫咱中间吼。就先我来介绍这个爱嘉宾兄弟吼。姊妹兄弟，来全家伫遮，咱欢迎站起来，我甲你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因对高雄来的啦吼。高雄来吼，敢是咱爱姐妹的亲人，是欢迎欢迎，请坐吼，对高雄来欢迎恁。个另外嘛是对高雄来这个陈秋成姐妹，陈秋成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哈，欢迎你来参加哈，多谢多谢，请坐。牧师照着这个投影片先做几项的报告啦吼，这个。无真济的相片吼，若有人还袂领到的吼，咱全家福真水哦吼，会记你去领。当然嘛有的兄弟伊会代表代替别人替嘛会使，我替某物人替，我直接摕互伊，较袂伊拄无来，咱就袂记咧吼。过来是咱真要紧，就是咱听候久久吼，已经1、2个月拢咧宣传请会记你，咱即礼拜的时间，安尼小可甲伊调整一下，做伙来参加吼。咱周报写较详细，这种图片是要互你知影讲有这样代志吼，就是咱要邀请潘敬忠牧师吼，搁卢志荣牧师，要伫拜五暗开始第一场的培灵会，也是咱普隆市的祈祷会的时间，伫遮吼7点50，请大家踊跃，嘛招人来吼。第二讲吼，就是拜六。拜六暗，咱平常时拢敢若生活伫咧练歌，咱较少咧出来，也请咱大家甲时间调出来吼，招人来。兄弟大家拢毋通欠息。特别的，伫即个拜六暗，咱有即个特别的异地的服侍，就是遮个同工潘牧师因夫妇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做伴手的祈祷，所以请大家毋通放弃无采吼，毋通即个欠缺即项。咱大家踊跃来参加。后礼拜日2场礼拜吼，即场是台语的，第2场是华语的。普通咱拢讲共款的题目，但是咱后礼拜吼，为着要互咱较丰富就对啦吼。2场的主题无共款，第1场是潘牧师讲，第2场是即个卢牧师要讲。所以你甲时间敲好啦吼，敲好，安尼若会当2场拢来听，上介好吼。详细拄则咱的。即个书会嘛有报告吼，讲咱的即个英美教会因吼，呾开拓无几冬哦，就已经要换第2间礼拜堂因吼，毋是要做一遍甲起甲买迄个几千万吼，甚至几亿的，因就是甲一栋新的礼拜堂甲长期甲租约，嘛是爱开足侪钱就对。所以咱小会想讲。邀请因2人来培灵吼，因的教会后礼拜所有的会友因2个牧师拢出来嘛，因的会友嘛要做伙来遮做礼拜，所以后礼拜吼，咱来让一区的位互因坐啦，搁因的同工、因的敬拜团拢要来，咱一个邀请伊两个讲师尔，伊规个教会拢来甲你关心，实在是咱足热情的咱无配合实在袂使所以大家。踊跃来吼，咱2场拢来听上介好吼，所以楼顶楼骹拢有够位通好坐啦吼，欢迎咱大家留落来参加。好，即个是咱的即个培灵会吼，培灵会第2就是咱的即个主日学的 EQ 小组人吼，报名吼，赶紧咱即个主题真好，对训练囡仔的即个个性搁品格真好，请咱大家踊跃。赶紧来报名，因为因要伫即个7月18到20，搁包括礼拜日。有的会友讲，我即个囡仔该先即场吼，EQ 小组已经上过毋是伊有解释，伫咱周报的即个后壁面吼，第6页的所在有解释吼，请大家看一下，鼓励小朋友来参加安尼吼。好，过来是咱祈祷的树，拢咧邀请写稿你若有见证，赶紧甲写起来。人讲有感动爱随写起来，
啊无久就佫袂记去啊吼。啊，欢迎大家踊跃来写，啊来问咱的干事，看是要用你用手写的，当然来摕来，互干事甲你影印起来。啊，有人甲你替你拍字，啊你若有电脑的，迄电脑稿，吼电子稿，咱就来寄过来安尼吼。啊，佫有一项要甲咱邀请，就是周报内底有写吼，写讲咱的即个教会公报吼，要鼓励咱去年抄箴言是几本的，啊即届较简单吼，咱要来抄写咱长老教会的教会公报第一期的报纸，吼第一份报纸。啊，伫迄阵叫做府城教会报，吼，啊就是第一张，就是第一开始吼，创刊号吼，啊用一张 A4 的纸来写就会使，啊到7月12，我欢迎讲吼，咱特别较有会兄弟，爱用手写对毋对？写一张啊，这来做纪念。啊，伊这样品伫遮吼，样品咱甲看者，这是中文的啦，啊张 A4 的纸就写了啊，较早咱写几本对无？啊，干那一张尔，吼，啊用 A4 来写，用你啊字体较大字，可能要2页啦，吼，正反面，啊若无是1页就抄袂了。即个是属伫即个中文版的，啊，即个是台语汉字版，内底有一寡白话字，啊，你若爱写白话字吼，规张拢是白话字的，来甲写看卖咧吼，像英文安尼写看卖，啊若有趣味的，咱就直接来去即个办公室吼，甲咱的干事讨讲，我要一张样品，你要写中文的、台语汉字的，还是要写白话字的，甲讨一张样本，还是你自家上网去下载，啊，你带厝吼，用张 A4 的纸，慢慢啊抄，慢慢啊写，加做你的一个纪念。啊，若有准时交的吼，啊有标准的，伊会甲你采纳吼，啊，佫有意思讲，佫有即个鼓励啦、抽奖的意思啦吼，啊，即点请大家欢迎咱大家参加吼。我有几项的补充啦，有几项的补充。头一项就是讲，咱今仔日吼，咱的以赛亚牧区吼，哇，唱献诗献2场吼。啊，咱拄则伊咧唱歌，大家听了有感动无？咱家己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吼。啊，等下吼，第2场要搁唱一届，若想要搁听，搁留落来哈。特别介绍搁一个原因，就是讲，咱即个以赛亚牧区吼。拢是咱较早夫妇团契啦，也是一寡较有年岁兄弟，因转型做小组，吼啊，总逐摆拢有30-40个、40-50个咧聚会，啊，咱逐摆若伫第1场礼拜拢会鼓吹讲兄弟即位，你若还未参加小组的吼，毋通放弃即个美好的机会，吼，踊跃来参加。啊，咱的小组以赛亚牧区拢是拜二，吼拜二有诶日时，有诶暗时咧聚会。啊，鼓励咱参加，若有即个有兴趣，啊有要了解，会当问咱的区长吼，满足长老，也是讲咱的小组长，欢迎咱大家来参加吼。也拄则咱有讲起到即个文都学校吼，文都学校下晡2点，因为咱下晡吼有即个英美教会因足用心哦，已经来3礼拜啊，来遮操练咯。专工对家己来遮练习因的敬拜团体，啊，所以呢，下晡有音乐伫遮练习，啊，所以咱请文都学校下晡的课程，咱要来去地下室，特别咱邀请咱的中级人来参加吼，4点半要邀请老职的牧师来甲咱做即个勉励栽培，吼啊，后壁面有一个简单的主餐，啊，所以请咱中级。有报名的，大家踊跃到时4点半，踊跃准时来参加伫地下室的所在吼。啊，咱的文都学校的2点都爱来哦，爱来上最后一课吼，由牧师来上牧师来上课，啊，所以大家踊跃来参加。还佫有一个做补充啦吼，就是讲咱的即个7月吼，就是下半年啊吼，啊，咱要换即个祈祷的回应诗。啊，佫有咱阿门颂吼，啊，咱即仔请司琴小可帮忙注意一下，啊，互咱通真好的配合安尼吼。也，咱拄则牧师听到咱的詹牧师咧讲道中间有几项的感受要甲咱邀请啦吼。第一吼，詹牧师伊讲要一个系列10几篇，吼，伊一个月吼讲一届。
啊，所以咱爱12个月拢爱来，吼，好无？12个月拢爱注意听着詹牧师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拢爱听有着，甲收集起来，安尼吼。啊，请大家毋通欠息哦，吼。啊，另外讲到即个吼，咱教会要行即个50周年啦，吼。咱的小会员，咱的即个筹备团队伫咧鼓励，讲咱今仔日主题嘛，讲咱毋通停止聚会对无吼？啊，咱都爱做伙来礼拜安尼。啊，所以咱要鼓励讲，到50周年的时阵，咱的2场的礼拜人数会当达到500个。啊，咱目前吼，有时若较正常拢差不多400几个、420、430，吼，咱疫情了是恢复了，已经算袂歹啊。啊，所以咱欠70、80个吼，需要咱兄弟大家斗邀请，照着詹牧师甲咱的互咱的勉励，迄个礼拜的重要有理解，啊，咱就邀请有诶已经较惯势无咧来，搁甲邀请来。啊，咱毋茫讲，咱的拜五祈祷会人100人，吼，一个500加100，啊，咱毋茫大家踊跃做伙有份啦，吼，毋是牧师招那定哦，吼，是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招安尼。搁一个感动就是讲，拄则啊，詹牧师引用一则经节吼，即个经节，伊讲吼啊，我第是要学到你，我要奉你的名来举手。啊，咱长老教会以前哦咧唱歌吼，我拢较静安尼啊，啊无拍吟圣诗啦。啊，咱即晚咧敬拜赞美上举手，啊有人讲哎哟，我都毋捌安尼啊举手举袂起来，几若百斤举袂起来。啊，请会记你即句话，举手是要称赞上帝呢，吼，是要学到，是要祈祷的意思啊。我就是要祈祷啊，所以后摆若咱的敬拜团咧带咱做敬拜赞美的时候，举手举好悬，啊，就是表示有用唱的，啊用举手的咧学到上帝。吼，啊，这是一个圣经的教示啊，毋是詹牧师教的呢，是圣经教咱教的。啊，所以踊跃大家大家有份做伙来参与，啊，做伙来参加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会记日下晡2点吼，即个文都学校的上课，啊，搁4点半才中集来地下室参加啊，咱即个勉励会，多谢。请咱起立，同心来因上迎圣诗，因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大家请坐，来祈祷，闭会。咱第一堂礼拜到这，请咱兄弟互相请安。